珠海五大部門連夜放大招啊！朋友們，讀書、公積金貸款以舊換新、舊改、雙辦一個不落，整整16條樓市新政，睇下有咩亮點？亮點一就係大家最關注嘅書包問題啦！買新房即可直接入學，憑購房合同同埋發票咧就可以喺物業所在地申請入學，唔使等辦房產證啦。亮點二，公積金額度提升咗，由個人60萬提升至80萬，夫妻雙方100萬提升至130萬，唔理你係首套定係二套，最低首付20%，買保障性住房咧再低5%，貸款期限放寬至68歲。啱啱央行又宣布公積金貸款利率由2.85%降至2.6%，真係真金白銀撐樓市啊！第三個亮點啊，參加以舊換新，按照新房網簽約價嘅1%去進行補貼，最低3萬蚊就可以落袋。第四點，豪宅空間大改善，144平以上嘅住宅咧，客廳可設置一處2層高以內嘅透空空間，只要唔超過套內面積嘅25%，50方以內啊，唔計入總面積，實現率更高，空間感更強。第五點，城中村改造提速，早前公布嘅房票制度咧，舊改嘅房票自由換房或者選擇集中安置，唔使再捱漫長嘅拆遷期。至於商辦物業符合條件嘅，都可以轉型做文化、教育、體育、醫療、養老、託幼、酒店等用途。之餘咧，仲大大豐富咗生活配套嘅。除咗以上亮點啦，仲有完善好房子技術標準，加強房屋質量監制、收購全洋房、攞地即開工、交房即發證等一系列嘅好政策。咁面對呢次樓市新政，大家點睇呢？會唔會考慮買房呢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探討。同唔關注我。